興起00後，成為靈尊世代守望禱告會，超過120位年輕人、家長同埋教牧同工參與，目的係一齊為香港嘅00後世代祈禱同守望。主辦單位包括基福協會、孵化雙事工、天梯使團、國度侍奉中心、嗎哪事工、基督教傳頌救恩會同埋 Ark Church。喺聚會嘅分享環節入面，基福協會會長劉達芳博士向會眾分析咗現時香港社會同教會面臨嘅挑戰。劉博士引用咗聖經以西結書22章30節：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滅絕這國，卻找不着一個。我要喺中間，即係話如果係為青年人祈禱，我就要喺青年人中間興起一個嘅嗰啲嘅人喺城牆嘅裏邊，喺個破口嗰度防堵，就係企喺嗰個破口，用佢血肉之軀去抵擋，去當係城牆嚟到去防堵。神需要代禱者，係喺青年人當中興起代禱者嚟到為青年人祈禱。聚會臨近尾聲嘅時候，主辦單位安排咗一幅葡萄樹嘅畫，俾大家將自己對神國嘅祈願寫喺貼紙上面，跟住大家圍繞住年青人一齊祝福祈禱，象徵住跨世代嘅同行同埋支持。